头摆整个瑞穗哈，就是我的游乐场，成长的记忆都在这边。高中毕业就从去台北读书工作，物质需求比较强烈。连他转来哈，都会跟父母亲相处，然后跟青农一起合作。10Q安永川哈，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，但是对这个土地就比较亲近，在精神上面是比较付出的。对于制茶，或许这个是家里交办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也顺利把它完成了。我对我爸爸来讲，他对我们的用心不亚于对于茶叶啦，但他明明就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但却又会觉得这么的陌生。你还没有进入茶叶界这个阶段的话，你不了解说他对于茶叶的认真，还有他的热情，然后甚至这样的贡献。我也是经由好一段时间慢慢去想，慢慢做的越深，让我等于是重新认识我这个爸爸。养着条从前，春分过去，强凉多，后每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一封思念。时光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添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巧妙到水面嘅泪水乡，因为亚大尾有清强力嘅水源头，气重多啲，故所呢物产丰富，本人家有嫩香、茶香、温泉香嘅体育影响哦。拄好呢个时节，春夏之间，天时晴好，物产要上来请假，用下变做采体清香型嘅风景哦。今日就等等民族向下来探访两边嘅好时光，含个翻作香烟，来哩。水水，古名按到水面，因为马东埔海岸山脉山落起，地形变化，山雾包围，有特别强嘅天然美景，老城墙嘅水资源，就像人间嘅净土，喺台湾罕得看到嘅世外桃源。两边嘅好山好水，培养出各种嘅青菜果子、文旦、茶米、野豆农作物，都地度好老客家老年出名嘅文化。高雄乡下变做家嘅特色咯。一路哥呀，鬼台面都会拿个购字眼哦。嘿嘿。哇，而且你家中饭我一看就知道某些腰嘅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系菜，那客家人呢甜菜。这也是菜嘿，哦。上好食。王建义采地客家人，肯定佢啲农場度熟落嘅來來去去，從頭貴身嘅難滾滾呢。日本人嘅氣質，本人當然想得到，其實係全球有名精品嘅頭等任務嘢。阿妹一從茶鋪，本期結節嘅得開頭擺農業嘅成法，轉到家鄉聽聽阿爸講中，留下係專業農民嘅成分咯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找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做甜菜根蔬菜汤。我超爱甜菜根的，超爱它那种味道。这个你看，一款给蓬蓬哎就低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可以。甜菜根。我觉得啊，一看那豆就发现到你种的很随性，对不对？就像俺爸爸种出来穷样，就是自己种自己吃，才会只有种3颗，没有啦，之前这边都买铁嘞。买铁嘞，哎，买铁嘞，
就俺给了解，给营养加吃冬菇，而且很补血，对不对？补血，对。就吃它那个颜色，就是补什么东西。对对对。了解先绑起来，好不？好，你都得来给绑起来。哎，吃点像拔萝卜这样子。嘿，今后绑。OK。哎，谁 setting 的哈？怎么 setting 成这样子？这根本不用拔吧？呀，不是拔啊。不是拔，嘿。你要上到哪上包呀呢？嘿。好，就这样。刚刚还不然想讲，我带树的也还用给产的嘛。嘿，等下洗下就好了。太好了，很快就有收成。像俺牛了，本港做得长忙呢。基本上它就是大拳头大小就可以采收，但是它要看给变色，给长出来都会缝起来。哦，因为我们都是去市集卖嘛，那卖的量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们都是去一周采一点，去一周采，然后卖到尾巴的时候就会兄弟还用胖铁嘞。哦，还胖铁，怎么看呢？要被干铁嘞。哦，糟铁嘞呀呗。所以俩采完就刚好都卖完了。从娘出来，你卖到40几度去啊？我们养狗人家会嫌它丑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们市集的客人哈，他就是知道我们是做有机的，所以他知道说有机的东西是不可能是完美或者是无瑕的，所以他们都很能够理解我们做有机的外观是怎么样子。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卖点嘞，现在人家就是要选丑蔬果，对不对？这个来看一下要不要比较大力？它太亮，其实不用，这个就起来了，因为我拔过萝卜啊、红萝卜嘞啊、泡萝卜嘞，他们都是要。绑到晒地固，可能还团到底部。甜菜根有很多风吹头，对环境嘅适应力tăng強，合適種地排水好，同有有機質嘅沙質難用地度，充足嘅日頭，行卡對佢嘅生長有幫助。而地度嘅甜菜素、老甜菜鹼有清熱發熱嘅功效，已經公認係有養生補血嘅康健強菜之一咯。就这个，哇！啊，我们都讲乌田菜、奥迪亚菜、乌田菜、内尾菜。那要采的时候有什么重点吗？就是用手把它折起来，它就会断了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好嫩哦。对。你有冇讲法自己老头给牙差不错？差不错。对呀。那都得清凉退火。真的。哎呦，这里怎么还有柠檬？柠檬，这可以采的了吗？俩爱看底卡太，然后皮油油的。哦，皮油油的这种的。对，两边够含有生草，还有紫苏，然后还有前有该糯玉米。马该都有哎。青豆东西。好棒！亚达毕的中文就是不亚桑哈。亚桑嘿。是爸爸搞博你的。转来让学的。转来。年年代代来的。来在台北 Prada 当那个销售员。Prada，穿着 Prada 的恶魔，跟着 Prada，这销售员，天哪，你的 Prada 呢？啊，都不卡，对不卡？有没有整片暗台？啊，那你只有去个省份当中，青台改变吗？青台改变就是正来哈，他生活比较规律，然后身体也比较好。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因为吸比较多的那个棉絮，因为卖衣服会很多棉絮，气管比较不好。那回来就开始在调养。以前的客户不就是吓到想说你那用踢笑了吗？他们还蛮支持我的。真的吗？我很多客户都现在还是我的客人。他们会来找你吗？有一些人有来找过我。真假的？有看到人家腰外有觉得说，怎么转变这么大，而且可以跟家人一起。对，可以跟家人，这是最大的那个。让我太佩服了，太惊讶了。第流行东亚嘅精品時尚地度，轉變做天空強人難肉嘅農民。呢期間冇真正好老快嘅答案，唯一做得確定嘅係成百鋪條慢下來，老母下人向下做些嘅食材，還加身心靈嘅平復，都係冇辦法推理嘅人生。農場度嘅作物，馬嘅主要生下來就聽你望爸爸向下摘sản xuất了。阿爸，原來第一擺看到有個sản xuất員種到暗雜的，種到暗雜。細年嚟種咧，細年嚟較唔記，佢都種強雜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做冇行路誒。對啊。因為老唔搶高，你會種菜吼。啊，會。好啊。有誒會。好。近期老唔做農事有當聽冇？啊，有哦，當聽，當本地有。當本地有。其實我有摘過一個sản xuất啊，這個是不是有一些要給看到呢？有看到嘅，然後。
像人个吼，都钓位熬下去了，弄熬下去了。大家看见生就地动了呢。哦，你们做的熬啊，唔要按样熬，一啲啊，迄杯熬下去了。哦，哎呦，弄哎呦，就弄做对嘞。我青蒿是闪熟黑因为地度啊，我有个办法嘞，胶质。啊，胶质。像按用看弄那张油，对不对？我快中嘛。你当我中。当我中。天然的。天然的。你山当野生，唔是喷药的，唔是嘛个。你会讲这，唔是飞引落去种吗？啊，恩引今天啦，恩引中天天。恩引中天。以前啲山当吼，灭几条的种来种的。一条转来就车到按到诶。佢好不油按到包子吼，冲凉嘅吼包子，凉嘅都嘛。这个我会密集恐惧症呢。俺就会洗澡，俺都出生就吃素。真的？是，某些公牛。第一次遇到这种人，你知道肉的味道吗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好吃冲凉嘅吼包子，凉嘅都嘛。这个我会密集恐惧症呢，有点恐怖。汉白佢烧嘅佢都糊佢只下要封落佢只下要进步。哦，就变成。去搞不一破种啊！俺暗号是闪烁含替代提供给他用包子啊牛类，不以繁衍。哦，可是俺刚刚那个研读就是懂得个地图啊，还有个门啊，小黑蚊怪多哎，都要做条路拍一块。哦，两个我们自然生态哦，就是没有办法去用把它消灭掉，要出人的。要我们叫保持生态的平衡，习惯的爱就做惯的吼，门内有的咬爱着，硬着要肉拍拍吼，家着要叼硬着。真的。可是为了要吃到健康，是做的按钮对不对？个大位没油，刘边没做得早。闪酥第二天因为高温上到冬假，第次年有机种植、老无农药污染的情形之下，变成那个一项动有经济价值的农业特产。增加下来的闪酥叶形冻浆，嫩叶朗朗强强，米咸咸，做得讲是现代又养生又好食的有机青菜。丰富的食材准备齐，我已经开始想料理出来的米食了。熬夜卢哥，两下食材全部准备齐诶，你要吃菜要先来煮嘛个嘞？六味臭煮梅。六味臭煮梅，龙葵菜。我们有叫欧迪亚菜或是乌田菜。好。两米应该也有学问哦。它的瑞穗生产的米，花莲这边从富里、玉里、瑞穗、光复、寿丰那边的米，其实都很有名。两米可以来就冻浆，拍枪诶，我们有一些像那种棒棒的哈，而且可以来面一爆满哦。好，刚才压下去了，洗米，先来洗米喽。这个我上一次来体验中米的哈，有老板公公，洗枪枪就冇用分呢。OK， 所以俺刚刚高200水晶晶，就六个老鬼城洗的哈。好像你早上啊，你有讲到啊，跟爸爸看到种菜，现在是不是都换你煮菜陪爸爸吃？然因为俺妈妈手术，身体冇在爽快。复健，然后3餐都俺来煮，哎呦，伫台北哈都会生老婆，生老婆，那种了开始学煮。好煮，有冇年糕吗？冇年糕。真的料理熬人。你香菇的包上啊，那煮的该糜较好食啊，因为俺就会食材，俺都出生就吃素，真的？是某些公牛。天哪，太佩服！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。你知道肉的味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好吃可能因为送到嘅老豆腐干、老香菇切做一块一块的，冬季嘅经变，加上高温逼出食材嘅气香，高冰热温度，老洗好嘅米向下温煮。对我来讲，一碗小小嘅粥，虽然看起来当普通，但系成块地都一出做唔得缺少嘅小暖食物。要不煮嘞？对，不煮。OK。未熟的再冰菜落去。好，先把米当冰，这样我们漏掉。好，
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学第二道菜了？炒鳝酥，我最爱吃的青菜之一，而且肚后两个龟节是最嫩的，对不对？嘿，你看啊，一根嫩呢，看牙色就底，对不对？等下这点中间都是嫩的哦。好，炒的时间要注意嘛，该冇嘞？炒的时间哦。技巧够我较太快炒啊！一般来讲，迄讲，我较多是炒鳝酥的话，迄炒蓝铺子。蓝胡子，然后我着用啊，腌丝的，腌丝的，腌丝的吼，更加用去金针菇落去哦。这个都做得嘞。可是这个两个口感不一样哎。按东后是。真的吗？俺妈妈发明的。有没有发明的？真的，太棒了。这个就算是有妈妈的味道哦。有西兰冇？是咯。是啦，俺自家做的辣椒酱。真假的？唔多得不用香油，因为懂辣。好香，懂辣了。懂辣，一点没多好。哎，真的，这个就很移味。然后都得火准煨胎。要来大火快炒了，全部放下去吗？加声音哦。怎样？加声音。对不对？好。不就这样吗？哇，好香哦！太火炒過嘅鳝酥，希望世界嘅色係去醬又強，現在嘅無甜菜聞到裊裊滾滾嘅梅膠原，還有甜菜根、青菜湯、清新綠調嘅香味充電出來。是講秋地木度淡淡上癮嘅點睛，鄉下享受啲土天來嘅風俗溫馨老歡喜。它这个场所就是青農館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让你们可以让游客進來可以做什麼呢？可以做 DIY， 或是買我們的農產品，或是了解我們在做什麼。哎，真嘅呢，有按鈕的空間，本來的一個好像是一個對外展示的一個舞台。好啦，我要來吃飯嘍，先來生兩個，生梅好唔好？好來，這麼緊張，你客家話已經講得很好了，還是我講太快你聽不懂了？講得幹嗎？有比較快。好啦，先食飯再個講，好不好？好。兩個梅呢已經煮到怎麼說呢？下馬落去就不會發潰類的狀態咯。入口的話，哇，剛才一個香菇頭跟豆腐的姜馬落去煸香的真的是關鍵，才有它那個香氣。還有一個內尾菜，好嫩哦，當像漢菜啊呢。一個內尾菜啊，基本上就有一些那種腐感的。不過呢，因為煲較久誒，一個腐味好鮮甜的，真的甘的。一般台北人他比較不認識，對，所以我們如果在配蔬菜香給客人的時候，我們都會特別交代他怎麼煮。那一般我們鄉下人拿這個歐迪亞菜都是拿來煮蛋花湯，它那個湯很清甜，很好吃。真勁哈！這個就是所有的養分都到底度。對呀，腐感的，所以像是那凝神跟米湯，而有腐漿有甘的。好，那來吃這個嘍，鳝酥我最愛吃的。我媽媽好脆哦。她說金針菇跟山酥很搭。真的嗎？來看。英式的米頭全部掉到去了，是不是？好嫩啊！听到我吃的时候，听到那声音就知道。而且它鳝酥就是它吃它啊，为什么有人说是一個鳝酥？它菇比草就一度有這種那種粘稠液，它植物性的，這要夠嫩才吃得到。對，我們都是用手折的，折得斷就是最嫩的，折不斷它就是老的。對，它長很大嘛，對不對？這個真的很好吃。新年嘅度適當醬嘅青菜果子，但都有豐富嘅滋養素啲地度，甜菜根清甜又料嚟嘅糯米，合適撈各種嘅青菜摳下燉煮，黏黏撈甜包熟嘅餈，拌湯變到清甜舒爽。一碗甜菜根青菜湯做法簡單，是一絲絲嘅鹽來提味，單純嘅味覺經驗，全部人都難甜變態。用幾年體驗下來啊，真經發現到，當花蓮綠水啊豆味啊，
年轻人的力量开始动起来了。大家地方呢就唔会讲会老化的，所以你们都会去哈了做些分享啊。开会啊，或者是来这边煮饭啊，或者是聚餐。你看这些很厉害咯，你得全部请做哎。那这位？那个橙花香橙果酱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爱？也没你家做的够子啊？是啊，做的。所以有中强做，你等下都得洗公关啊。好，这个拿来烤吐司应该很棒，很棒。是泡茶对不对？泡茶对。剥皮辣椒，超喜欢的。你也做太多样了吧？法典全部不能做太的。辣椒酱跟剥皮辣椒就是上网路去学。然后这个有特别找老师教。而且你看到啊，也得全部黑对中车开始都很有名的加工，自己一条龙自己顾到尾。故说你就唔会讲讲发生嘛问题的时间，不要用干晒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你是一天有48小时吗？没有，都没有睡觉。通常我们之前做剥皮辣椒，就是白天在田里工作，然后晚上在家里就跟我妈妈一起在做剥皮辣椒。可是你跟我是姐姐，转了的时间，爸爸有没有吓一跳？真紧啊改？其实有一段时间的酝酿，那主要是因为妈妈出车祸嘛，然后开始在想是不是应该回来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子。回来务农，其实说实在就是，不晓得从哪边开始学。对年代的名牌的行销，都两下都农田就是按台的 gap 吼。对啊，而且那个动力跟那个决心要很强大。一般人会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很难的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，我觉得就是家人，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决定。而且呢，刚刚泰国啊，都会赶来做，所以刚刚有共懂。其实他像今天这个时间，就会负责一煮饭，本爸爸妈妈生，两下你会散车做本给他的生。你有没有觉得以前是妈妈担任这角色，现在换你来？换成我。你有什么感觉？就是以前妈妈跟着我们一起去田里工作，然后回到家还是煮饭，然后从来不会想说她这样做是特别累的。现在是妈妈现在生病了，然后我要去田里工作，工作完回家煮饭，就发现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会不想煮，可是妈妈从来不会说她不想煮这件事情。妈妈从来不会跟别人说她辛苦。对，真给的。对，有感触到这样子。听说你以前都挣了，刚好一开始好像大早礼拜这就赚一腿呗。就是第一年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自己跟爸爸一起在田里工作，然后其实没有什么朋友，然后就很孤单。每个月都要上去，然后3天2夜跟朋友吃饭啊、见面啊。现在开始认识很多青农，然后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事情。这除了田里面的工作以外，比如说市集啊，然后青农馆这边有来的青农朋友，然后你跟他边一起往前冲，那个是连自己要懈怠都没有办法，他会拉着你往前走这样。对，因为认识越多的那个青农，然后就感觉在这边的扎的根就会越深这样子。对演艺来讲，有成份品质嘅农业光景，就係佢上嘅追求嘅目標。當中唔單止係維持成份嘅來源，還加係人老人緊密連結嘅方式，做得本大家從事自家設計，係一件當戰鬥嘅事情，未係實現勝利嘅目的。對貢獻轉到平實，我也愛做攀高中，點到色彩又幸福。接下來，叫下來你拜訪武學天氣，你看那有茶神好名上嘅彭神國阿伯。阿爸啊，只要先來到啲嘅時間，行到去老二嘅，咁你阿唱啊老二過後啊，茶咁早就摘。基本上哦，其實落水天就吃困冇摘啦吼。咁個你講農忙假吼，拄到假吼，摘乜魚，你嘛會摘哦。沒有叫我摘。像你頭邊嘅茶樹看起來，只我講佢當中有年紀嘅吼。係啊，你啊差唔多20多年，30年哦。你茶樹有30多年嘅歷史啊。係啊係啊。咁用時啊嘅樹用嘅係用嘅賣過來啊係。家聽阿公家講哦，叫茶莊哦，就嗰種嘅關係家嚟過來。關係？你有冇對關係再到啲來咧？家是家大位有茶嘛，嗬。啊，창신台房
碳光甲过来吼会降去咯，6000以上会多。所以对阿公嘅用时就开始做茶种茶咧。係啊，到你啊挨到天三胎咧啊。第三道對，係來也就第四第四胎胎。係我來到呢個島邊就發現到哇，蜜香紅茶糖夠黑呀島邊嘅其實，可是就我的了解啊，好像這個蜜香紅茶咩係日本嘅小料一層研究誒。係啊，真的，以那時間係幾青島誒。你看梅雨季節哈，嗯就是它繁殖最多的。哦，杜後係落雨天的時間，對佢青好安呢。係啊，呢度喜歡的環境的高溫多濕啦哈。哇，原來是這樣哦！今天真的長知識了。这批就是我們今年要參賽的比賽茶。天哪，這個香味，因為有溜溜一些茉莉花香哎。一般來說，下茶不一定是最好喝的。他真的會拿兩個來比賽的。真的長知識嘞！冇想到其實一個咩香紅茶，佢用咩係日本嘅小綠葉才有研究誒。係啊，東方美人茶哈，它是靠攪拌發酵，蜜香紅茶它是揉捻發酵，這做法不一樣。哦，東方美人茶它還歸類在烏龍茶裡面，啊，我們這蜜香紅茶是歸類在紅茶裡面。60年噶鶴岡紅茶加東風哦。國際知名嘛吼，甲做茶當好做，隨便做，甲嘛要做茶，做好忙做甲吼，恁都咧做穩咯。真緊哦！啊，差人佢發哦，恁做咧做佢就緊，佢就簽到那本伊咧。暗號。對。不過很多人用反正佢就會讓我們數就錯甲風茶嚟講，用阿薩姆品種做。阿薩姆紅茶有名它一定比亞島邊帶來當到經濟奇蹟吧。哦，甲帶動整個瑞穗區啦，鶴岡整個甲時間當短啦，60年到70年吼，短10多年的時間吼，無咩都會講吼，因為是工資一直漲吼，冇法度到國外競爭吼，茶葉就開始走下坡咧，外銷訂單冇得意吼，就做內銷，就做下國級嘅。還有人用什麼契機讓他本太家底蜜香紅茶的96年開始辦比賽以後哈，慢慢一直起來。我們那時候一年只做60斤嘞，60斤，60斤，嘿，做60斤咯賣唔出去，那一比賽總體就出得哈，後面就終於送人，改良廠啦，改良廠真推廣啦，浪費真比賽往外人裝啦嗰啲東西該推嘛，你也做營業就要做1萬斤。哇！啲水米是講係武學茶器嘅種茶老做茶師傅，憑阿伯嘅名聲做出大家就地咧，連續10年得到咩香紅茶金牌獎嘅佢，當謙唔好點，真心堅持嘅精神是為到做好茶兩件事情。茶的生活度隨時都看得到，啲文化當個沒有價嘅 TV。茶研度太有為了解有關呢味茶嘅歷史過後，聽聽阿翔來嚟看一下做茶嘅結構。明珠來看一下我們這批茶，這批就是我們今年要參賽的比賽茶。比賽茶哦！天哪，這個香味好濃烈，因為有溜溜一些茉莉花香現在正在茶葉的走水的階段。走水的意思其實就是我們在講萎凋這個過程了。然後它其實葉子裡面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們必須在萎凋這步驟慢慢去讓它把水分排除。然後水分裡面它其實還有帶來茶葉的滋味，然後還有一些它的苦味、澀味，甚至一些輕微的味道產生。都要讓它跑掉。對。然後茶葉的葉片的話，它開始會變滑順，柔軟度會變比較好，然後韌性也會比較高。像兩個來頭擺都是做個都你頭下塞嘛，可是為什麼你還要黑都兩底度還有一些嘞，算是感覺有溫控的樣子？對，因為以往的話都是大家都會印象中都一定要曬茶嘛，然後在曬茶的過程中香氣才會芬芳，然後走水才會順暢。但其實紅茶跟烏龍茶有跟東方美人最大的區隔，就是日光萎凋的部分轉變成
热风尾雕。热风尾雕，对，这个温度它又会控制到几度土嘞？最多在30度上下。传统的日光尾雕跟我们现在室内的热风尾雕最大的差异性就是说，第一个红茶它在尾雕的部分，它不受天气的影响。对，这段时间它的气候的变化其实非常大，然后要稳定品质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稳定的热源，然后稳定的让它尾雕可以顺畅。在这样的环境，我们比较好控管，然后人员的部分也可以比较精简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它对于它的卫生条件它是比较好的。一般来说，是不是觉得说这下茶不一定是最好喝的？下茶会拿两个来比赛嘞。我们刚刚有提到，是说蜜香红茶它的风味来自于小绿叶蝉嘛。那小绿叶蝉吸吮过之后，它的层次的变化，无论是蜜味，然后它的花香，然后甚至一些水果的韵味，它其实会随之它吸吮的状况会有所不同。所以我们就需要虫害最多的时候，所以是要夏天。原来是因为小绿叶蝉的关系。阿翔也嘅行道，有阿妹阿咪做嘅用嘅，講起法來又有阿爸嘅老式神劇，這些嘅兒童木水對好茶嘅堅持，做出應啲也嘅甜蜜地度。茶槍經過小風吹走，直接推2點鐘，個冰熱發90地度，發2點鐘配走，做好嘅蜜香紅茶。堅持用速沖咖啡的方式來沖泡，打破都做唔得青菜哦。怎么喝呢？其实跟民宿都各有一个杯子，然后我们用前面这个勺子。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，1匙不够，你就2匙。口很渴就是可以。对，可以多一点没关系。嘿，喝的时候其实你就放松心情喝，然后喝的时候嘴巴是闭起来，然后把你的嘴巴的气往鼻腔去送，就是用鼻子呼气。然后嘴巴是闭着的，你这样比较能够感受到茶的香气。这泡茶其实有摆放1年之后的红茶，然后也是我们这边当地的蜜香红茶。渗漏追度过后，它的干马上就跑出来了，还留在我的口腔里的时候，它就散出来一种干，而且它是都来把它刚老给很多山马红，它会有像是你会感觉它像散开来这样。基本那个我出现这个蜜香呢？蜜香的部分其实它有时候在喝的时候，它热的时候反而不是那么明显。等茶汤凉掉之后再去喝一遍，它其实它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。古时候呀，跟蜜香红茶，真嘅是代表花莲绿水啊岛边最重要一个特色之一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这个茶叶在外面去做分享。然后在各个产地在喝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识别度。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产地的我们的天然环境的关系，在它的树种，它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要求它的树种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制成的方面，其实很容易让各地的茶师朋友们马上察觉说，这个就是花莲的茶。蜜香紅茶有特別嘅高香、老蜜香，嗰種溫潤真感嘅風味，絕對唔會輸本受到大家歡迎嘅東方美人，還靠冇一般紅茶嘅膚色，已經變做東台灣清好食嘅茶類。做茶技術嘅突破，還加上友善農法嘅經營模式，嚟表示茶農技術嘅強健，得到還較大嘅保障。種茶、知茶兩件事情啊，對你來講，你有想過你會有走這條路嗎？我覺得傳承這方面，其實我以前都沒有想過。小時候是有點都被半強迫，沒錯啦。會。然後覺得說好一部分也幫家裡嘛，又幫爸媽這樣來做，分擔一下也好。但是對於自己想要去外面工作的那一種憧憬，還是會有。然後在這個部分，我爸爸的話，他其實他是屬於放任式的教育，他不管你。然後，但是在了解這件事的同時，他不希望我們隨便亂問問題。他會認為說，你應該自己先去嘗試過，然後去了解過，甚至做完功課，你覺得哪邊有問題，你再提出來。因為覺得對於說你還搞不清楚方向的時候，你亂問問題，只是覺得會造成人家困擾。當然因為常常會聽人家講說，你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。當然，他如果說把這件事情又做到巔峰的話，其實我們壓根都沒有想着說我要超越他。剛剛要聽數嗎？不是，10趟寬。然後這樣，剛剛已經都被抽電掉。該對不對咯？啊，我不要這個了。
哎呦，还讲哎用要加唔脆椒。啊，对哦，我忘记了，哎呀，要加唔脆椒。你故意陷害我。其实我们压根都没有想着说我要超越他，说我可能要变成什么，其实没有。那其实在他身上，其实让我们学的东西还很多，甚至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慢慢去观察，他会有他的想法跟他的智慧在。其实啊，我们从开始拍摄爸爸到现在，其实你跟爸爸很有距离感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当你做这决定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希望透过这个茶拉近跟爸爸的距离之外，甚至在过程当中去了解爸爸。在茶的隐喻的话，他是一个不同层面的一个父亲，所以在这一块的话，其实以前会觉得说，现在得奖得很多嘛，然后再就说，别人形容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但当下你心里会觉得，好像是太习惯还是怎么样？其实你当下不会特别在意啊。等你开始踏入这个领域，在真的是下去着手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其实这个程度有多难。这个中间才会慢慢了解到，然后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之后，你就会开始更落实的下去走。一讲好茶，一寸清香。有关茶嘅两百延伸无限，茶嘅故事还卡系讲唔会潮。讲件是唔好嘅武学风茶，天定是按风波过后，受编者了解。还较希望狂献摩托嘅食物，每期同时创作嘅传奇，传承老创新，开发新思维老追求美国嘅战斗，我看到嘅属于亚美生生不息嘅茶风光。啊，像你人係小幾個，嘅你泰國人專門做啲嘅茶料理。泰國，你今日準備乜嘅料理嚟幫我好咧？我點都要出來很多。紅茶豬腳，李東樂泰國沒有啲男裝客家人，你做下地都徛起木產，仲係當料理嘅記，年代係台灣第一批嘅木藝師傅，他用嘅啲1992年嘅時節來到水面，掠到畢業長嘅山水，完全想到佢咧。佢講，就算跌倒咧，沒有啲自家選擇嘅路行，故意把企起來。用另外一種嘅想法，勇敢前進。呀，佢煲茶當貴嘅，拿來煲豬腳，你會一幫我記下班橋。唔會啦，加到豬肉度行，豬腳地擺行，唔會油，顏色都唔會微。真的？好，我同講，豬腳先可以燙過哈。哦，一下呀，注意下。用記得啊，前腳皮嗎？前腳肉嗬。呀，前腳肉。前腳肉較好食。個豬腳個嘅水係冇氣體啦哈。下好的料煮出來沒出熟啊！當燙定的時間呢，來鑊頭加油，一片來按準備油。剛剛聽說嘛？唔是，你試睇看。好食啊！剛剛已經弄杯炒蛋蛋哦。咁這唔得咯。哎，等下先泡一下，對不對？唔係用邊沒泡。邊都是油當多，邊是油，都多金蛋添。哦，都好金蛋哦，原來如此。茶米啊，泡完紙片啊，當香。什麼？超好喝的。好像喝太不衛生了。冇啦，你唔聽啦，我等我做生意咧。好，而且你以後叫我邊哦。唔係，哦。邊去邊去叫的啊？看豬皮都多被炒嚟變色咧。你都唔會醬油哦？唔係。醬油醬少唔可以做下，什麼？別開好嘅時間，記得蒜頭不用落去。哦，蒜頭不用落去泡。你泡一下，別過油，不要出個香味，不要出來。莫俾出口食哦，出口食嘅糖嘅米絲是唔好咧。哦，都能出口食。兩個米香紅茶哈，然後調油哈。差不多太少，用量拉咧。香紅茶，還有兩個調油，老餅糖係上色對不對？上色，它醬。好厲害！主色是火候，你這個做得準，是好食的。平常牛人對料理世界嘅美食調法，全部以是經驗，如何嘅餅糖老調油，
含甲凤曲老茶混合米酒过後，倒入到鍋度，細火燉煮到主角 QQ 軟軟就做得嘞。另外，綠茶除咗粉，3層肉切條，隨來合作下擬出私房料理。肉饼大锅卡都有，而且这是冬天白的菜哦。但是呢，做出来这米汤冇同样。我今天加绿茶下去，鹹凍鹹的冇變甜的咧。唔係，你下做嘅鹹嘅，冇像做起嘅按鹹，一鹹嘅還冇按鹹咧。不得得擺哦。要先攪勻哦，了人家是用洗的啦。對。要用得。它後面。後面哦，剛才是外面嘅哦。沒有。難怪65歲行去做。哎，這是杭州的做很凍很富哦。你這鍋子太小了。哎呦，這就是手藝，素泥用的，不用等，哎，不用等，唔可能8點。哎呦。做得冇？做得。對。跌落去啊吼，加米絲讓佢平均，加個肉的筋度讓佢出來。會有彈性，對，筋度。個筋度冇出來啊吼，個剪呢就是散散的。啊，我不要這個了。哎呦，有歲數嘛？哎呦，帶點酥啦唄。唔會做些。唔會做些。啊個白這娘樣就可以啦，吼。係講哎用會加唔脆咗。啊對哦，我忘記了。哎呀，會加唔脆。你故意陷害我了。好，差唔多嘞，做到來剪嘞。我嚟剪，我咁講。好。你出菜啊，用啲啊，真係用柴油炸。好。柴油咩水面自家做嘅，水面抹嘅是油。抹嘅是油，後生後水。一按多嘛吼，工作量多哦，然後真嘛。慢慢咧。唔鹹會鹹定冇飯唔會啊？唔會，一切添唔會鹹，如果鹹肉添唔會鹹木山，整油啊！哦，好厲害哦！真的，連它已經3次有米耶。不過我現在聞到主要是那鹹魚的味道，我覺得綠茶嘅米湯應該要等下抽落去張底。剪到兩面擦，兩號雜薄嘅鹹肉餅。還望吃食蛋槍皮到黏黏嘅香味，手開眼想食到個膜，皮皮嘅茶香主角，每啲兩下出作了，還會等馬雞呢，日日上桌來吃食兩座對茶變出來嘅好味線。來到水米呀，豆味嘅，除了皮到茶香，食到好茶以外，西亞嘅茶料理啊，廣州的公司最近才開始開始行嘅吼。其實有前幾年有推行，但是啊，哈，市場有限，向下提起。不過要好的東西，我想很容易食，來聽一下天發大，我做不能食。這麼好？但是我咁講，梅乾可樂老主角是硬一油的。這麼棒，人家說比賽茶也好，其實每一批煮出來都是一樣棒茶。連它哪邊做料理都得有嘛編發嘞。我們來吃吃看呢個主角好冇？看到皮皮，雖然唔會味。哦，是皮。因為地方有出名嘅瑞穗的蜜香紅茶，是主角是皮嘅，我是切嘅。好 Q 哦！什麼？咁好食啦！哎，真的非常的 Q。像我選這一塊是皮跟筋比較多部分，它一樣非常懂濃安呢。除了呢肉都懂一米以外，剛下落嘅貴版本呢茶同落去。真嘅韓式的豆芽嘅梅香紅茶嘅米湯，其實蜜香紅茶就是回甘的非常快，我自己覺得。古時候呢，西亞跟牛的時候，會吃到有一些甘蜜，真的，哎，太搞這個了，周坤啊哦，可是這個成本很高。對啊。好，來食呢個綠茶鹹肉餅，好的。越嚼越香哦。他可能做法冇重要，但是我咁講，3層的2份，炒肉1份，我用刀做唔係用刀，你用刀嘅呀，剁出來加筋度讓佢出來，用刀量技術啊，剁，當甜哦，剁10多分鐘，20分鐘，而且啊，沒有添加任何調味料。那個綠茶鹹肉餅幾度後，它的皮超度度後，故說現在行業，哎，它真的是人家講黃金比例，又懂八孫，可是呢又唔會太油啊。鹹肉餅嘅皮擦脆脆，綠茶嘅前形充滿啲最空度，鹹菜乾醃肉嘅鹹香味絲，唔會油唔會膩改，上口有茶飯。
还有温润顺口的养生茶鸡汤，合适抵达杂世界地度滋养浑身。茶料理千变万化，搭出都是经典，还开有特别的风味哦。水梅了条茶嘛，当上嘛，阿祥啊，个后生的当好，后生也很转了不卡做茶，接家把事业真好。啊，毋过阿香记啊，电话不卡哦，四腿哦，就来到俩豆皮耶。对食谱来，敢唔敢迄咩迄几样事来啊？没有，我係苗栗男庄人哈。去家人。我後生嘅時間，我沒做了圖，我做起我係做模嘅，做模具。哦。係模具嘅嗰種設計師，還個做精密加工機械嘅，所以講一樣嚟講，條路結束以後，新人去學啊，我也冇乜其他轉上啊。是結巴阿哥是講，我教人做事，講咩有樣咧，四新人去學啊。所以我是學人做，教我3年，我是開始做到26年的。哦，這樣講，讀到所以做，所以講，那新人講啊哈，爸爸以前都不會煮菜，現在是廚師。後來我老新人講啊，你都唔上網讀書啊哈，還半年沒得將來傳他，他們講都會死，雜先上網讀書。所以我做事並沒講我從後生做到了。為了成飯，為了成飯咁樣做，條路失敗，沒見人冇講失敗，最簡單是你實在做。對啊。什麼？我沒去投，沒去搶，我正當做生意，我冇乜見識，此原因還唔會同。我當感謝講，當艱苦嘅生意教我做事，多朋友、廠商讓我比下，所以我基本就咁樣。我知道啊，吼，禮拜我來一轉睡眠，所以第一擺來了豆皮哦，我感覺到啊，都有豆皮嘅人，不管做乜嘅，做茶也好，種茶也好，摘茶也好，做料理也好，其實人家就話有一個共用嘅特點哦，睡眠有一個共用特點就是當順譜，還講呢做事情當食材，做乜事情就共用，食材來做，人家會做講，唔係講輕賺錢，可是對人嚟講，生活當食貼啊。端正一沓水土有一沓人，啲水米兩個向上地度，從所有美好事物嘅開頭，都係老農業有關。你睇過當我用食材變出飯就當嘅澎湃，料理嘅溫度唔單將都為了水熱嘅考驗，還可做得補足所有頭擺石油嘅，亦都後生農民用友善嘅方式生態環境。種出豐富嘅作物，潛進頭擺大家對食嘅記憶，記到親情親烈，是為了專心做好一件事情來達標。我想唔好看任何微小嘅可能啊冇哦，夢想做得點講當然嘅生活，溫天空人嘅土地美好又幸福。當然都做得係真正嘅人咧。特三年，咪做得係青少年嘅港中人，你也對土地灌溉出很卡多嘅美好老可能。人到類似，都到係認真學習，面對問題嘅後生人，也都經過切實嘅牧主，來重新整理農業嘅脈絡，老產業體系，重新點社會一道比嘢嘅百年生活溫度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張後面先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要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多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歸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0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